再資深嘅業主同埋再好嘅房，都難免會有空租期。點樣先可以將空租期嘅損失減到最低？大家好，我係 Steven， 喺英國呢一邊租房係要交 tax 俾政府嘅。咁我哋先從 tax benefit 開始，有啲咩嘅支出我哋係可以喺空租期嘅時候用嚟 cover government tax， 我哋就俾你一個 list。你睇下之前你有冇用到呢個 benefit？ 我哋直接跳到去呢個重頭戲，點樣先可以控制到你嘅空租期？如果你已經確定你間屋喺淡季入邊空出嚟嘅話，提早揾租客，唔好提前2個月先開始揾。你有可能要提前4個月、提前6個月就開始要將廣告打出去。如果你間屋特別針對學生呢個群體嘅話，咁呢個你就要注意啦，因為4月份並唔係一個開學嘅季節。考慮一下要唔要揾其他方案，譬如揾一個短租嘅本地租客，要唔要攞佢嚟做一個 Airbnb， 或者有冇可能揾到過嚟旅行嘅租客，或者有冇啲學生喺依家佢嘅 studio 嗰度住得唔舒服嘅話，佢哋願意搬出嚟，直至到暑假先返去，就可以將你間屋延伸到旺季。仲有一個就係我經常都用嘅，就算你揾到本地租客，我一定要簽1年嘅，你可以同佢簽1年08個月，簽一種 fixed term 嘅合約，冇 break clause 嘅。咁下年間屋空出嚟嘅時候呢，就會係旺季，你嗰個時候就可以考慮爭取市場最高嘅租金。咁頭先我提到 Airbnb 啦，對海外嘅業主呢係特別難操作嘅，對本地嘅中介都係非常之難操作。原因係同佢哋嘅體系唔一樣。咁呢個時候你就應該要去諗點樣去揀。第一個，你可以揾嗰啲專門經營 Airbnb 嘅公司去幫你營運3至4個月。咁佢哋肯定會同你講，我會幫你將呢間屋租落嚟啊，我會幫你重新裝修啊，美化成嗰個風格啊。呢度我可以話俾你哋聽，並不一定嘅，即係你哋唔一定要同意佢哋嘅條款，你可以同佢哋進行協商，都可以俾筆錢佢，叫佢幫你 run 呢一間屋變成 Airbnb。咁當然呢啲係有風險噶啦，你間屋可唔可以做得 Airbnb？ 你使唔使偷偷咁樣做 Airbnb？ 咁呢啲呢，就睇你點樣控制個風險。但係我作為房東一個最大嘅前提呢，就係唔可以將間屋呢空出嚟，係因為政府準備喺4月份實行呢一個第2套房雙倍市政府稅。呢個第2套房會額外增加100% 嘅市政府稅。咁簡單嚟講呢，就係你會收到2倍嘅市政府稅啦。咁我哋點樣去定義你第2套房呢？正常嚟講，出租房呢係唔算嘅，但係每一個政府呢都會有佢哋唔同嘅評判標準。如果你間屋長期都咁樣空出嚟嘅話，咁樣就會被列為第2套房噶啦。徵收2倍嘅 council tax 呢一個無疑對業主嚟講呢係一個非常非常之沉重嘅打擊。我哋唔單止要面對好高昂嘅 personal income tax， 仲有各種嘅 high service charge、maintenance fee、agent fee。咁依家呢，我哋仲有一間屋，如果真係空置咗出嚟租唔出去嘅話，仲有呢個風險。咁我都講一個廢話啦，降低空租期損失嘅方法呢，就係冇空租期。如果你人在海外覺得處理呢啲事好困難嘅話，你可以過嚟揾我。我管理嘅屋呢，空租期通常唔會超過2個禮拜嘅。咁當然啦，本人都有部分呢係喺淡季入邊空出嚟嘅。點解 Steven 我有咁多心得同埋經驗去同你哋分享呢？係因為我自己目前都處理緊呢啲問題。Follow 我哋，下次話俾你聽英國業主漲價嘅邏輯。